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川河營區啊慢咗縮入去喎，前面快噶嘛，中間火神神落，外邊翠湖烈風走上去喎，開心5月埋邊啊，藍衫走埋上去啦，大約跟住個第4位內蘭天威黃衫嘅，中間呢仲有日日獎外邊綠衫紅眼就領創動力啊，最出啊午夜快車走緊個4搭啊，內蘭仲有紫衫咁啊黃就一隻就顏色的顏啊，後邊嗰6匹馬啦，分別有花開啦，川河營區內蘭尾5，外邊黃衫尾4奮鬥心啊，後邊3匹馬。風繼續吹啦，尾依位置咁啊，外邊白衫啊吉星騎士啊，林寶精神紫衫暫時殿後啊，跑對面直路啦，開心5月咧放嚟咗大約有3個馬位喎，後邊嘅馬啦，翠湖烈風第2位，火神神落第3啊，天威黃衫第4位啊，響佢出邊呢仲有領創動力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出邊啊午夜快車咧，內蘭顏色的顏啦，馬林中間仲有日日獎啊，咁啊後啲嘅馬匹啦，內蘭呢仲有呢隻川河營區啦，出邊啊奮鬥心啊，尾4係花開啊，尾3內蘭林寶精神上一啲啊，尾二粉紅衫風繼續吹啊，響後邊係吉星騎士嚟嘅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開心5月拋嚟咗3、4個馬威入嚟先啊，跟住第2位噶嘛，埋邊火神神落，中間翠湖烈風，外邊綠衫紅眼罩仲有領創動力啊，內蘭呢等緊位追，仲有顏色的顏林寶精神啊，出邊啊午夜快車嗰啲嘛，最出仲有隻風繼續吹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開心5月仲有少少嘅優勢，火神神落呢就追緊上嚟，埋邊林寶精神。中間位置仲有天威大外檔，風繼續吹上緊嚟啊！接近終點，真㗎，風繼續吹，外面冚咗嚟贏晒啊！跑第2名，火神神落中間，出邊奮鬥心要影相，第4名嘅馬有中間位置天威，埋邊係呢隻林寶精神啊！真係風繼續吹，結果外邊冚晒，跑第2名要影相啊！出邊奮鬥心，埋邊火神神落。第4名啊嘛，林寶精神內蘭，中間係天威。好啦，把握到泥地夜賽嘅機會啊，風繼續吹再贏啦。2、3名好接近啊，火神神落定奮鬥心咧要影相啊，第4都好近啊，入邊有林寶精神啊，仲有隻天威啊。呢個布文玩邊？